们的好可爱哦！送高水帽啊，当作见面礼。这2岁半囡仔兄环环，因为得到先天性低糖症，含糖啊无经10个钟头，无法度正常吸收营养。大工爱有20点钟的时间，爱煮营养车，每2点钟都要食一摆物件，才会当正常生活。他长期在打营养液啊，所以肝功能都飙到100-200啊。今仔日是拢是70岁阿公阿妈伫咧照顾环环，一个月敢若医药费都要开7万外，不管是经济或者是精神上，拢有真大压力。讲希望环环会让平安健康大汉。我们智慧的那个耗材，1个月我们大概要花费7万多块。朋友基金会除了平常时固定来甲因看，伫咧买外过年时啊，嘛特别喊公店便宜，管钱送年菜甲因斗相共。风友基金会嘛讲，这送温暖的活动已经举办第3年啊，希望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发展较慢的囡仔，会安心过好年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